平安。今仔日是感恩节，咱要伫遮来感谢上帝对伫咱个人、咱的家庭以及咱的教会的恩典，因为伊时刻引带、保守、带领，互咱会当伫逐方面拢得到顺遂、得到平安。所以咱伫遮来敬拜，伫遮学乐，咱献感恩的祭互伊，也愿一切的荣光归伫至高天顶的爸上帝。阿们。讲起来，咱基督徒应该是上界知影感谢的族群。咱伫圣经的中间，特别伫诗篇的内底，咱会当看到侪才会感谢甲感恩的字眼。有时阵是因为上帝的创造来感谢，有时阵是因为上帝的拯救来感谢，也有上帝的保守甲所领受的祝福，咱来感谢。伫今仔日的圣经节虽然是真短3节，但是一句话伫遮甲咱讲：着常常欢喜，着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，因为即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咱的旨意。若是现代中文译本，伊伫遮特别讲，无论伫任何的环境，无论拄着什么款的代志，因为咱拢着爱感谢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为着安尼，咱要看到，咱要知影，咱爱伫倒几个方面来表现出凡事感谢即款信仰的态度。头一项，为着所得到的物件来感谢，这是真重要的一项，同时也是咱应该有上基本感恩的态度。总是咱嘛看到有的人因袂为着伊所得到的物件来感谢，有几项原因。头一项，伊认为讲遮个就是拢伊本来应该得到的，是理所当然的，嘛可能是伊拍拼努力去争取得到，或者是伊有付出代价来得到。亲像咱若买物件，你去 7-11 买一个物件，你无需要感谢无一定是店员爱甲你感谢。所以咱嘛袂为着讲伫即个商业社会，物件拢是交易得到的。真侪人伊嘛袂认为讲我付出代价是安怎，就要去甲你感谢，所以伊无需要感谢，嘛毋知要感谢啥物人。过来对伫所得到的物件，阁有一个现象，就是毋知影好通满足，甚至阁去欣赏别人，看别人的拢比家己的搁较好。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：水花伫别人的丛，水母伫别人的房，这是较重要。走去的鱼上大尾，感谢上帝，阮兜有一个上大尾啊。过来即句讲：死去的后生上有效，因为无伫家己的身躯边，所以拢会去笑念即个，就认为讲这是上好上有效。若是安尼，咱看到即款的人，伊当然就一直拢袂当满足，袂当得到快乐。若是一个有信仰的人，却毋是安尼，因为咱知影，咱是空手来到伫即个世间，若毋是上帝恩典赏赐咱有机会去得到，若毋是今仔日咱有四周围的人会疼心甲恩惠，咱无可能活甲真好，享受遮个。若无有父母的养饲，咱袂大汉；若无有遮个殊荣工商，若无遮个正残的人，咱的生活无可能遮尔利便。所以今仔日，咱着爱为着咱所得到的遮个一切，包括自然，包括家庭，甚至咱的身躯来感谢，为着所享受会到的遮个物件来感谢上帝。搁再来，咱嘛知影一个会晓感谢的人，会晓感恩的人，上帝的确欢喜将搁较侪的好物来赏赐互伊。今仔日，咱每一个人你所得到的检采是无共款，总是有一项是共款的，就是咱的性命。所以咱就应该为着咱今仔日还阁活着来感谢上帝。就是讲，当咱还阁有呼吸的时阵，你就要感谢上帝保守，
当咱的头壳阁会当伫遐来转，伫遐在思考的时阵，咱就要来去孝念上帝的慈爱。当咱阁会当开喙讲话的时阵，咱就要会晓来学乐上帝的恩典。第二项，咱要感谢的，就是为着咱所失去的这物件来感谢。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若有得到，当然嘛有失去。对伫遮失去的物件，咱总是会感觉真毋甘，甚至会真挫折，也是真失望。当然，也有人伊会真无爱物件失去，所以咱讲伊会捡宝物件拢感觉是宝，甚至粪扫嘛感觉迄内面有黄金，毋甘单调。当然，伊的生活品质就会愈来愈歹。咱伫遮所讲失去的物件，是指遮个无可能搁再恢复，嘛无可能搁再转来的物件，永远失去。比如讲时间，时间你就算搁较安怎要甲留着，伊嘛是过去，无法度掠会牢。机会嘛是共款，搁来，亲像感情，嘛毋是咱会当家己去注意，甚至有的人失去伊的婚姻、伊的工作，也是失去伊的财产，也有人失去伊的信用，失去伊的健康。对伫遮所失去的物件，咱会想讲无埋怨就袂歹啊。总是今仔日，就是讲爱阁为着遮个来感谢，这是真无容易接受、无容易来去了解的代志。总是咱知影，这是对着上帝旨意一种的顺服。就亲像咱读到约伯记伫遐，约伯失去伊所有的伊的财产，甚至伊的囝儿了后，伊伫遐讲：耶和华赏赐，耶和华提去。继续，搁较重要是讲，着学乐耶和华的名。这是一个上帝所看做是义的人，伊信仰的态度。咱的人生拢会拄着失去，总是咱相信，才会发生伫咱身躯的代志，拢是上帝所允准。佮知影凡事拢有上帝好的意思。事实上，要接受凡事拢有上帝好的意思，这点本身就真无简单。有一个宣教师，伊立志要到伫非洲来宣教，所以伊就装备家己，伊的生活嘛已经安排好势，工作家庭拢处理好势，嘛通过即个总会的车牌到伫非洲去。上帝允准伊的答应，总是当伊准备要坐船到伫非洲的时阵，伫前几工煞跋倒，然后意外伊的骹煞断去，一支骹倒骹煞断去。伊会想讲上帝，你敢毋是要使用我？当我即个无完全的身躯，要安怎佫会当来互你使用咧？总是伊相信上帝有缘要使用伊，替伊开路。所以伊有缘继续要往非洲去宣教。当伊到伫非洲的时阵，伊煞去互遮个食人族，即个真原始部落的人甲掠起来。伊就互遮个人安尼绑甲真好势，准备要来甲杀死，要来甲煮来食吼。当即个刀要甲扑落时，扑着伊的刀骹。煞有即个金属的物件落落来，遮个食人族的人感觉讲这是新食呢，哪有人安尼去互刀扑落，佫袂死佫袂安怎？所以因就想讲这一定是天顶所派落来的人，因就安尼来相信即个宣教师伊讲的话，以及伊所传讲的上帝。有时阵，咱会抓准上帝伫咱的性命，将遮个提去，互咱失去遮个，咱爱知这是上帝爱咱搁较接近伊。若是用属灵的原则来讲，这是一种修正
的功效。咱知一丛果子树也是一丛花，咱的确爱甲加，互伊会当搁较水，也是结搁较侪的果子。主耶稣嘛安尼讲：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的爸是种葡萄园。念伫我枝无结果子的，伊就甲伊加起来；有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修剪，互伊结搁较侪的果子。上帝将遮个咱看做是好，咱宝贝的物件，伫咱的生命中甲摕去，互咱无倚靠遮个，互咱会当来专心仰慕主，因为伊听咱，爱咱搁较侪来亲近伊。敢知即款的道理，咱会当知影，咱会当去理解。总是咱要来去接受，却是真困难。检查才会失去的身躯以外才个物件，咱要接受伊失去，这是真容易。总是今仔日，若是咱的厝内人、咱的亲人失去，咱确实要怎样会当接受？要讲咱着爱来感谢咧。首先，咱爱有对死亡的认捌，因为咱知影，伫即个世间，凡事一切的物件拢有伊的期限，生命嘛是安尼。咱无法度靠人的努力来突破即个生命也是死亡的限制。结果，咱会当互伊延长若定，总是有限是有限。所以咱知影，生命毋是在伫伊的长度，毋是伊偌久，毋是长度是伫啥物？是伫伊的深度，甲伊的宽度。所以，咱会当趁咱还阁伫地的时阵，趁咱还阁彼此见会着面的时阵，咱会当珍惜即个时间，咱互相来关心。咱会当彼此伫咱的生命中间留落真好的影响。总是咱有缘知影，上帝伫咱地面上的生命结束了后，伊阁为着咱赏赐备办永远的活命，就是伫天堂的愿望。这也就是伫耶稣基督内面所为咱所成就的救恩。咱有缘就为着安尼来感谢上帝。今仔日若是咱会当有即款的信心，咱就会当领受对天顶来的安慰，佫会当用即款的安慰来去安慰、去帮助别人。佫咱嘛会当佫较珍惜咱所得到现主时咱的物件，或者是咱的生命。今仔日咱若是会当为着所失去或者物件来感谢，上帝也会加倍来赏赐福气互咱。就亲像约伯，咱会当看到伊的路尾，上帝赏赐互伊的比进前佫较加倍。第三项，咱要感谢的是为着所得袂到的物件来感谢，这是无容易了解一项。咱讲得袂到，一般的话就是无缘啦，无即个缘分，就无法度得到，无法度斗阵这是袂当勉强。咱若是会当接受，佫会当感谢，这就是对上帝信靠的表现。咱讲即款的态度，毋是迄款安尼凊彩拢好，无积极、无责任感，有也好，无也好，毋是安尼。因为咱是相信上帝安排甲带领，事实上咱嘛应该有即款的心性，即款的态度。就是讲，虽然无有去得到，总是无得确，这是毋好的代志。意思是讲，甚至佫有佫较好的为咱来备办，来听候咱。我遮有一本册是即个施以诺兄弟伊写的一本册，叫做《内在三维》。伫伊内面有举一个例，真趣味讲，有一个姊妹。伫一边的聚会中间，伊遐来分享，伊讲好佳哉，上帝迄个时阵无听我的祈祷。逐人在感觉真奇怪的时阵，伊就继续讲，若无我早就已经
过毋着几啊个翁啊。有时阵咱无得到的，无一定就是好的，检菜是有搁较好的。事实上，咱嘛会当回想伫咱的生命过程中间，咱嘛会当常常经验着上帝无照咱的祈祷来答应咱。所以，若是安尼，即款的反省嘛会当用伫咱的身上，咱嘛会当讲，好佳在，迄个时阵上帝无听我的祈祷，若无我着已经读一个我无介意，也是无适合我的学校，也是讲好佳在，迄个时阵上帝无答应我的祈祷，若无我早着去入毋着途去做无共款的职业，也是讲好佳在上帝无答应我的祈祷，若无我就已经去一间真无好的公司。上帝比咱知影，搁较比咱搁较知影咱的需要，所以伊的安排拢是上好的。咱读旧约圣经的时阵，咱会当看到遮以色列人因伫历史中上帝的带领，总是嘛是有经过真济遮个上帝对因的教示，也是讲遮个错误的经验。亲像诗篇106篇，伫遮有讲起以色列人因出埃及的故事。遐以色列人因伫旷野中间，怎样来背逆来埋怨上帝？总是咱看到伫诗篇106节15节，伫遮讲，伊将因所求的，互因总是互因的心魂碎烂。若是国语圣经是讲，让他们的信心软弱。有时阵上帝要互咱，总是因为咱一直要求，一直要爱，就亲像囡仔伫遐咧火共款。上帝互咱的结果，煞互咱的信心、咱的心灵来软弱。这是以色列人因对历史中所学习的教示，可见伫咱人类真容易坠落即款的本性来看，咱人是袂堪伫互人生的。上帝伊知咱的本性，所以伊互咱得袂着，这嘛是为着咱会好，为着爱咱搁较好。今仔日咱若是甲上帝求，然后伊就随满足咱，那呢咱会想到底什么人是上帝？因为上帝毋是迄款阿拉丁神灯，你甲求伊就互你，伊是上帝，咱是伊所创造的。咱基督徒，咱会当为着遮个无法度得到的代志有关感谢，这也是咱的信仰甲其他宗教无共款的所在。咱看遮个无信的人，因拢爱因的心灵有求必应，也是讲甲你求你若互我，安尼才是有灵有啥，若无就无灵无啥，若是无照家己的意思。甚至着甲站骹站手，然后甲单调，换一身再搁拜。咱虽然有关是甲上帝求，总是咱是顺服上帝旨意，就是咱知无有得到，也是欢喜感谢。虽然伫即个代志顶面咱无得到，总是上帝有缘将搁较好的、搁较适合咱的赏赐互咱。所以咱若是会当学习。为着遮个咱得袂着的物件来感谢上帝，你就会有无共款的信仰的体验。咱会当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遮个生命问题，咱就会当哪来哪成长，哪来哪成熟。第四项，咱要感谢，就是为着咱也未得到的来感谢。这是真容易被忽略的一项。总是这是一个秘诀，就是咱得到福气的秘诀。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除了有拄则讲的已经得到的，也是失去，也是讲无法度得到，咱也会去追求遮个物件，总是还未得到上帝的应允实现遮个物件。对伫遮个，咱会当伫还未实现的时阵，还未得到，就来感谢。有时阵。上帝要互咱物件，总是伊袂随互咱，
伊看咱是毋是已经有准备好势，上时也伫试验咱是毋是有即款的信心。过来，咱嘛知影，经过听候了后，迄个结果会搁较甘甜，会当搁较知影来珍惜。亲像箴言13章12节讲，所望的眼前久，就滴到心疼痛；所意爱的一下到，就是活命的树。咱看今仔日你若喙焦，随互你一杯水通啉，你会感觉啊，这个随手可得吼。但是今仔日咱若是伫沙漠的中间，你就会感觉讲啊，这杯水真正是救命的水，是非常的珍贵。虽然有时阵咱伫听候的过程的中间，会感觉真歹来经过，嘛会互人真不安。事实上，这也是信心的考验。若是会当伫即段时间，咱就开始，你就为着这还未得到的来感谢上帝，相信上帝会搁较欢喜，也会为你备办搁较好的结果，甚至来超过你原来所想象的。保罗先生伊伫以弗所书3章20节安尼讲：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伫运行的大能，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，来成就一切。真侪人拢真爱即节圣经节，因为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的确有遮个你所求所想的。毋知即个时阵，你所求所想的是啥物咧？可能是你梦想一直要得到，可能是你欠缺的，也可能是所看虑、所担心、所着惊的代志。愿上帝来保守你，为你来成就遮个。搁较重要是咱爱知影，咱伫地面上，咱所期待的、咱所得到的，最后拢是爱指向天堂永远的福气。这就是上帝所允准的，并且嘛是定着要赏赐予咱的。保罗所讲，咱若是靠基督伫即个世间有盼望，就比所有的人搁较可怜。所以咱最后咱的盼望是伫天堂，是伫天顶的福气。啊，若无今仔日咱做基督徒是真可惜，嘛是真无彩。结论来讲，凡事感谢，凡事感恩，就是伫咱所得到的，也是所失去的，也是咱无法度得到的，以及还未得到的遮个物件来感谢。若是即款的人，伊的人生的确是快乐的，伊嘛袂感觉欠缺，佮伊知会当来满足、来珍惜、来享受遮个。一个会晓感恩的人，也是互上帝疼会入心的人。上帝的确要赏赐伊有搁较大的福气。咱今仔日也拄啊好是大港节头一个主日，伫咱教会历的算法的内底，对圣诞节12月25号，为头前算4个礼拜，就是属伫大港节的节期。伫即个时阵，咱拢要邀请咱的信徒会当备办咱的心来迎旨救主耶稣基督来出世，佮会当伫每一个人的中间来出世。伫每一年的大港节头一个主日，甲感恩节差不多拢是同一天，这嘛是真有意义。因为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咱爱知上值得咱来感恩的代志，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出世，伊的拯救。这就是上帝恩典，因为伊疼咱，互伊的圣囝道成肉身临到伫咱的中间，互咱会当脱离罪恶，互咱有新的生命，佮帮助咱会当开力来赢过即个世间的诱惑、罪恶的捆绑。因为安尼，咱的人生才有盼望。所以期待咱每一位信徒、每一位兄弟，咱伫即个感恩节的时阵，咱会当来献上咱的感谢，常时互咱伫伊的面前来奋志，咱来决心
欢喜奉献家己，互主来使用，互咱相连教会会当因为安尼来搁较得到复兴，互咱教会的人业会当愈来愈济，就亲像保罗先生伊所讲，要互搁较侪的人得到上帝的恩典，通献搁较侪的感谢来荣耀上帝。愿丰富、愿赏赐万行面的上帝，伫咱的中间，将伊的丰富来显明互咱，也通过咱来甲人来分享，互搁较侪人来经验伊的丰富、伊的恩典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受恩听堂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听阮，你互阮活伫你所创造即个水的世界，你也欢喜将逐项好物来赏赐互阮，来祝阮的心愿。总是阮伫即个世间，阮有所追求的，阮也对你来得到；相时，阮也有来失去的，也有所无法度得到的。总是阮知，你听阮，你也知影阮真正的需要。检查有时阵，阮得到总是搁会失去，这拢是过程。搁较重要，你是爱阮，会当将阮的目睭来看到伫天顶，你的引带搁伫天顶，所为阮备办永远的福气。那呢，阮伫即个世间，阮所得到的，只是天堂福气大成担着的欢喜甲快乐而定。阮毋通着继续伫即个所在，阮也毋通继续伫原来的所在伫遐来感觉毋甘。阮着应该靠着你的恩典，对你有信心来继续向前行。所以，当阮若是捌为着遮会失去，为着遮会还袂得到的，阮捌甲你埋怨，阮甚至捌甲你生气的，也求你来赦免阮，因为你是听，因为你知阮的软弱，总是也求你的圣神继续引带阮，帮助阮，互阮的骹会当得到勇行，互阮会当继续，互你的听来吸引，会当到伫你所为阮备办、你所爱阮去迄个搁较水，你为阮备办的所在。主，阮为着遮会献上阮的祈祷感谢，拢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